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句话讲，土地公看家里，意思就是愈看愈花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字就是家，读过啊家第一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家是一款表演戏剧的方式，就是用线抽红仔来做戏，或做家里戏。有人讲是家乐，因为家里无口白，戏的角色拢无讲话。土地公已经有会啊，目睭花花，敢若用看的看抽线红仔咧表演，无听到口白，自然就看无啥有，会愈看愈花。这句结句的意思，话就是讲代志发展，互人看拢无。咱查讲目前咧咱台湾，特别是下港，家里戏主要是搬互新民看，仪式本身比技术搁较注重。有统计资料讲，目前南部春无集团家里戏团。另外，这里有一个音读做鬼，字典解说讲，意思就是天的款、大、各样或者是奇怪型。也毋过现代咱较无咧用高一字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读做家里戏。头前讲到，这是一款用戏抽红仔表演红仔的方式。第二个词读做家里马，意思是讲布袋戏表演咧用的马。有一句话讲，家里马无食兼力路，意思是讲布袋戏表演用的马唔免互伊食，还阁甲伊操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真残忍，甲人虐待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有一句话讲，无话讲家里，字面的意思是讲，因为找无话讲，唔知要讲啥，含家里戏嘛摕来讲惨烈，可能含家里马嘛正做话题。啊，那字句的意思是讲，找无话，硬要讲一寡有空无顺、五四三的代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家，另外一个音是鬼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